突然想到，皇上都2日没来兴圣宫看您了。我也是醉了，孩子那么小，除了吃就是睡，懂什么呀？我总觉得是奴婢害了您。要不，我想办法帮您制造一场偶遇吧。皇上驾到！不用了，自己找上门来了。皇上，您找什么呢？我这儿可真没藏人。每次到你宫中，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朕刚才去了幽兰殿，才发现，幽兰殿里总是点着各种熏香，而你这里，不是卤肉味，就是榴莲味，实在是目不忍视，鼻不忍闻。您说了这么多，就是想告诉我您去江妹妹那儿了。她过得可还好？她面色红润有光泽，朕看见她，心情就舒畅了许多，无需你挂心。齐胜啊，齐胜，你这种低级的手段，小学生泡妞都不用了，幼稚！你使了什么手段，让赵王答应了娶绿篱？我使手段有什么用啊？当然是我们绿篱聪明大方、美丽动人，赵王才会被绿篱给迷倒了。我不过是做了个顺水人情罢了。他的命就如此重要，让你不惜与朕作对？重要。我保的不仅是条人命，还有我的良心。良心？你对朕可曾有过良心？且不说良心，你对朕可用过心吗？我这人做事一码归一码，对我好的人，我都会用心回报。你这是说朕对你不好？张鹏鹏，从今日起你……禁足是吧？